哥林多後書第5章。好，我們馬上開始。今天我們要深入探討哥林多後書5章10、21節。對，這段經文真的很有深度。他談到了生與死、來生，以及藉着基督與上帝和好的概念。我真的很期待看看我們今天能發現什麼。他用將我們的身體比喻為帳篷，暫時的帳篷，並與上帝在天上賜給我們的永存居所作對比，就好像你能感受到那種渴望與等待，特別是當你想到哥林多早期的基督徒時，完全是他們正在遭受迫害，渴望着更美好的事物。這個帳篷的比喻真的奠定了整個基調，不是嗎？這種我們在世的生命只是暫時的，而有些東西是超越我們所見的，更加長久的，以一種獨特的方式表達了對超越肉體限制的渴望。但這也讓人思考，那個天上的居所到底是什麼？是一個實體的地方，一種靈性的狀態，還是其他什麼東西？更像是一種比，一種存在的狀態，與上帝完全的合一。思考這些不同的解釋如何影響早期基督徒的生活，特別是在哥林多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。這又引導我們到這段經文中另一個很有趣的部分，就是靠信心而活，而不是靠眼見。對，第6到第8節，這對我來說真的很難，因為當你周圍的一切看起來都這麼暫時和不確定時，你要怎麼憑着信心活着呢？保羅在這點上毫不迴避，對吧？一點也不，他完全接受這種狀態。他談到，即使像我們感到與主隔絕，仍住在這地上的帳篷中，也要憑信心行事。這又連結到我們先前提到的嘆息這個概念，那種沉重的感覺，渴望着我們還無法看見的東西。從直覺上說，承認自己不知道一切，反而成為力量的來源，因為你活在一種像是被放逐的狀態中。這就是信心的悖論。而且這一切都要回到哥林多教會的歷史背景，他們正遭受迫害，因信仰而被排斥，所以對他們來說，這段經文就是一個強大的提醒。他們真正的家、真正的國籍，其實是在天上。沒錯，對於今天任何感覺活在一個不理解他們、不接納他們的世界中的人來說，這是一個呼召，要在超越眼前處境的東西中找到力量與安慰。在那個更大的事物裏，完全正確。這也引導我們進入一個很多人感受複雜的話題，就是基督的審判台。好，第10節，這裏讓我開始覺得，事情變得嚴肅了。這是一個很大的提醒，我們的行為即使在今生之外也是有後果的。它確實給一切加上了一層責任感，但就像經文中的很多內容一樣，審判這個概念有很多不同的解釋。有些人認為那是個審查所有行為的時刻，就像在一個宇宙的天平上稱量，那確實是個令人警醒的想法。我可以理解為什麼那會讓人想要過正直的生活，因為害怕錯誤帶來的懲罰。是的，也有人把它看作是一個潔淨的機會，一種提煉靈魂，使它更符合上帝旨意的過程。所以與其說是懲罰，更像是一種轉化。這是個有趣的差別。而且要記得，在基督教神學中，審判是一個複雜而多面的概念。但有趣的是，即使在這段經文中，重點也很快從審判轉移到更強大的東西——基督的愛。而且這個行動，這個犧牲，應該改變信徒的整個生活方式。我們再進入很深的神學水域，對吧？這是贖罪的概念，基督的死和復活到底實現了什麼？這是一個世紀以來不斷被辯論與重新詮釋的主題。所以這就像是一場宇宙間的交換，基督承擔我們的過犯，使我們能與上帝和好。沒錯，但還有一種觀點叫基督得勝 （Christus Victor），他強調的是基督戰勝罪與死的勝利。透過他的犧牲，基督打破了那些束縛人類的力量，讓我們得以活出全新的生命。就是這樣，而且這不僅僅是過去錯誤的赦免，而是將你重新帶入與上帝正確的關係中，根本性地改變你對自己的理解，你的歸屬感。哇，這內容太多了，我覺得我們在這第一部分已經涵蓋了很多。接下來我們要往哪裏走？我們剛談到與上帝的和好，對吧？
接下來我們要探討在基督裏到底意味着什麼，就像保羅提到的那樣，他所帶來的轉化力量。對，要更深入地進入基督徒生活的核心。那我們來吧，我們從保羅開始談論成為新造的人，那裏接着講，也就是16和17節。對，但那實際上是什麼意思？在現實生活中到底長什麼樣子？這不表示你一夜之間就變成一個全新的人，這是一個過程，是從內到外的轉變。保羅說的新造的人，不是關於外在表象或世俗標準的改變，而是從看世界的方式到人際關係都不同了。你不再被過去的錯誤、成就或社會地位定義，你真正的身份是在基督裏，而這改變了一切。怎麼說？這不是單純的自我提升，而是一種本質上的轉變。你的慾望、動機都被重新導向。那麼，這種新造的生命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表現出來的？這是否意味着我們會變得完美，不再受誘惑？我倒希望是，但不是這樣。保羅也承認我們仍住在這些地上的帳篷中，仍有問題與不完美。不同的是，我們不再被那些舊的行為模式所奴役，我們有自由去選擇另一條道路。對，沒錯。而這引領我們進入我覺得整段經文中最有說服力的部分，就是這個被賦予給信徒的和好的職事。對，18到21節，這裏開始向外擴展了，不只是你個人的轉變而已，它影響你與他人的關係。這是一個很大的焦點轉變。保羅從個人與上帝的和好轉向這個呼召，要成為和好的使者。等等，使者這個詞聽起來責任重大，這到底是什麼意思？他用這個比喻是要強調我們不是被動地接受上帝的恩典而已，而是被呼召積極地參與他的工作，使世界恢復完整與和諧。是啊，我們被呼召要在家庭、社區、世界中成為和好的代理人。沒錯，而這可能有很多種表現方式，從簡單的善意、寬恕，到在衝突與分裂中努力爭取正義與和平。它遠遠不只是掩蓋分歧或假裝一切都沒事，所以這不是逃避問題，完全不是。真正的和好需要誠實、脆弱，並且願意承認關係中及世界中存在的痛苦與破碎。聽起來要成為真正的和好使者，需要很多的勇氣與謙卑，絕對需要。而且這是一段旅程，不是終點。你會犯錯，有時也會被誤解，但這個過程帶來的回報對你自己和你周遭的世界都是深遠的。那麼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，有哪些實際的方式可以活出這個和好的訊息呢？從小事做起，選擇仁慈而不是論斷，用開放心靈傾聽他人，努力理解不同的觀點，即使很困難也要願意原諒。這讓我思考很多。而且我覺得我們只是觸及了和好的表面，這主題確實還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地方。但在我們進入這段經文的最後部分之前，先花點時間思考我們已經學到什麼。這主意不錯，真的吸收了很多資訊。你覺得目前為止最有衝擊性的領悟是什麼？對我來說，是從審判轉向在基督愛裏找到的自由。就好像保羅在說，對，行為是有後果的。但不要錯過重點，上帝的核心訊息是和好，真的很驚人，是一個徹底的恩典訊息。你在第19節看到得很清楚，保羅說上帝在基督裏使世人與自己和好，不再追究他們的過犯，就像上帝在說，我不再計較你的過去，來吧，我們重新開始。對啊，但這怎麼轉化到我們彼此的關係上？我們真的能被期待像那樣去原諒嗎？特別是當某人真的傷害了你，保羅在這裏對我們提出挑戰。他在說，如果上帝以他無限的智慧與愛完全地原諒了我們，那麼我們這些已蒙恩的人，是否也該嘗試為他人做同樣的事？這很難，真的。有時候緊揸着憤怒與怨恨，反而讓人感覺像站在某種道德高地上。我懂，這是很自然的反應，但那可能是一種陷阱。它讓你卡在痛苦與苦毒中，而保羅的訊息是關於從那裏釋放出來，選擇另一條道路。那要怎麼從我被傷害，所以我有你的感覺，轉變成真正原諒對方？特別是當傷口還很新時，
試着不要專注在你如何被傷害上，而是從對方的角度看事情。也許他們當時也在受傷，或感到不安，或者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對你造成了什麼。這不代表要為他們的行為開脫，但這樣事情更立體了。這提醒我們大家都是人，都會犯錯。我們既能付出偉大的愛，也會做出糟糕的事，沒錯。而認識到這點，那種共同的人性，對真正的和好來說是關鍵。放下想要對的需要，或是要懲罰對方的慾望，轉而為療癒與理解創造空間。這聽起來就像是那個憑信心而活，不憑眼見的概念。你無法馬上看到原諒帶來的結果，但你得相信這個過程在發揮作用，在播下和平與修復的種子。我喜歡這樣的說法，而這一切都回到這段經文的核心：基督愛的轉化力量。那是一種不計較過錯、不懷怨恨的愛，一種尋求醫治、團結而非分裂的愛。那對我們來說，在面對生活中那些複雜的人際關係時，會意味着什麼？我們該如何在這個充滿分裂與憤怒的世界中活出這些理想？從小事開始，我們每天所做的選擇，選擇仁慈而不是批評，真正傾聽對方而不是馬上反擊，尋找共同點而不是一直強調差異。這些小行動會帶來巨大影響，一步步創造一個更有同理心的世界。我們的行為、言語、彼此的對待方式，不是增加破碎，就是幫助療癒。哇，好有力量的想法！我們每一個人都在這整個和好的故事中扮演着角色，而這是一個每天每個選擇都在延續的故事。這真是一場精彩的深入探討，有太多值得反思的內容。我覺得我們只是開始觸及這些經文所蘊含的豐富意義，永遠都有更多可以發掘、學習並應用到生活中。但希望我們的對話已經為你帶來一些新的想法，激勵你繼續探索這些主題。絕對如此，生、死、和好，一切緊緊相連。謝謝大家與我們一同踏上這段旅程，直到下次，再接再厲，繼續尋求，繼續學習，繼續深入探索。